大家好，我係向前嘅，翻到禮拜五晏晡10點準時收聽今晡客家 Windows 國際合作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呢節目就開始咧看到係北太工業國嘅高峰會 G8，兩當到日本北海台同亞夫兩片嘅舉行。韓國兩位嘅議場當中參加兩場針對全球嘅經濟還有天氣變遷嘅問題都會進行討論。以下就已經提出咧日本最新嘅趨勢，所以大家氣體嘅宣諾到2050年之前所減少。底下廢氣排放量達到嘅日本以上。大阪做北太工業國兩處嘅抗議人士，訴求代表二氧化碳嘅污染結果嘢。天天嘅標比機比數天當高，結果也都造成出用成冷空嘅原因，為地球環境影響切體。The failure to act on 2020 targets is a failur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our members around the world feel that there's a childishness to not taking responsibility. 一個議題也就係G8峰會天然嘅重點，為到強調救地球環境嘅決心。參加會議嘅兩處，每對見面非常嘅時間，先入去修嘅總數。北太工業國已經立會後提出一份共同願景聲明，預算在2050年之前，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半，3萬研發減碳新科技，讓低收貧窮國家進行減碳工作。受到美國刺激風暴、油價量價經濟影響嘅全球經濟，係峰會關心嘅另一個焦點。為到這個油價經濟引發糧食價格經濟，促成非洲、南亞亞洲國家消費通亂。北太工業國打算建立一套國際糧食出批制度，要求成員國出示一定數量嘅穀物，喺個糧食市場價格起嘅時節，就做得推出市面穩定價格。Was die Fortschritte bei Klima, aber auch die Kooperation im Bereich Nahrungsmittel und Öl anbelangt. Und ansonsten haben wir über die außenpolitischen 那個新興經濟體包含中國、印度、巴西，會出席100峰會，希望做到為全球經濟冇機器嘅市場簽署救命嘅契約。陳總強調，實到南半球來看到紐西蘭亦是強調佢哋要最雙方點前嘅基礎環境對世界當救命。我上週日所發生嘅加強亞洲之嘅機密，日本大屠攻擊甚至有死亡嘅案件，這是亞洲社區非常嘅不滿。佢哋都從今日都提出台商OK來，佢行嚟實會就行，就希望政府拿出處理嘅方式來保護了亞洲居民嘅安全。意外是當天嘅亞洲人從到OK來南區嘅街路巷示威遊行，佢哋都等太熱，佢哋各種嘅海報表達佢哋嘅心聲，有啲人質疑紐西蘭嘅治安安法，有啲要求當局應該要嚴格來執法，爭取主動對待亞洲人發生嘅暴力事件。Now you hear our people roaring. Now we want to see which party listen to us. 現場維持測試嘅警方安全，日從灣人太遊行嘅吹五太陽有2.5公里長，會經過3米高層嘅亞洲居民社區。體檢向上岸嘅被害人係以賣酒嘅調價，發現許多家嘅店面都搶劫韓國快充嘅老幾大事。第二係以高齡80歲嘅老阿婆，發現出隻許多家嘅烏卡地都老幾大事。第三案件嘅遇害人係到長田旁以下同賣場嘅停車場本人搶。We are not sleeping anymore. We wake up. We united to fight crime. The law got to change for a tougher law. 還有人講，本移民嘅部門偏多，講紐西蘭大環境、強力環保又安全，來降低治安嘅問題動態。亞洲居民社團結挺成立自救會，一方面設立專線求助電話，另外一方面也會教民眾用辦保護自家。而是拉丁美洲嘅軍事焦點，來關心係前哥倫比亞5任總統嘅候選人貝坦科特。都受到哥倫比亞尤其隨綁架超過6年之後，總算對處理間日，然後其他10幾個人質強下本標準來咧。從年前選到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機場，貝坦科特著戴迷彩嘅甲，戴戴迷彩帽，行落飛行機，同6年冇見面嘅阿妹同老公南強下。Gracias al ejército mío de mi patria Colombia. Gracias a su impecable operación. La operación fue perfecta. 46歲嘅貝坦科特2002年2月參選哥倫比亞總統期間，本左派哥倫比亞武裝游擊區綁架，3屆美國軍火包廂喺到2003年飛行機出事過後本綁架，嗰個軍方9年嘅行動秘密之下，暗中派人入到游擊區嘅2號階層，嗰片游擊區搞出15個人質，全部高牆。莫快高槍當成功，時常係天然嘅情節。3屆美國人質埋頭處理暗部，轉到德州同烏克蘭團體。
北潭高鐵要高國同法國聯合決設，法國總統薩科基今年4月向前線危機同游擊區來挑戰。直到北潭高鐵本叫出來，薩科基初二暗部同北潭高鐵嘅負責人向喺召開記者會同國人講呢個好消息。Mesdames et messieurs, ce soir, Ingrid Betancourt est libre. Aujourd'hui, s'achève donc un calvaire de plus de 6 années. 法國總統武力會初二接見本叫出來嘅人質，除咗感謝軍方呢批行動，嘛強調會全力來救存下來700個人質。有連傳咧在亞洲嘅消息先看到係蒙古上咗禮拜2日國會選舉發生執政黨買票嘅爭議，引起咧場內59個嘅動亂。我哋種保安嘅政局，也是蒙古豐富嘅天然資源所帶來嘅經濟利益，添加咧眾多嘅變數。對蒙古嘅朝陽大廈，蕴藏嘅眾多做嚟本蒙古經濟好起來嘅豐富礦產，其中包含嘅煤礦、鈾礦、銅礦，亦係月下加適當好嘅金礦。唔過大多數嘅蒙古民眾當時有到天然嘅礦產冇辦法改善佢哋嘅生活。蒙古政府為了開採礦產，多年之前由歐洲、美國嘅開採公司參與，互相專業嘅嘗試，實質到開採利益全部本政府內外嘅企業拿走，人民根本拿唔到任何嘅好處。Монголчууд гэдэг чинь агуу их ухаантай, агуу их баян тийм орн шүү дээ. Тийм учраас одоо Монгол хүмүүстний根據統計，蒙古一下游嘅礦藏量絕對限咗嚟過開採100年。唔過外資企業為了得到利潤，用高科技來採礦，實質到一條礦產嘅壽命大幅減少到25年，相當算唔錯。Маш одоо Монголын том харамсал, маш одоо том алдаа。政府兩會國報上嘅合約表示，係講開採做嚟提升蒙古人民嘅所得高到34%，唔過合約限卡對國會冇辦法通過，喺100國會選舉嘅爭議，使得速度烏蘭巴托嘅市區冇停貼，日本未來嘅民生經濟增加一道變數。今日在中國先看到係萬里長城最視頻嘅減少性價值觀，所以基本按照係天下提出相關，冇見過長時間唔好係天水人因為破壞之後。價值觀附近嘅廠商才開始惡態，甚至還面臨的為消失的命運。上面呢就常年的這個風吹雨淋，它有點縮減，有點。可能經惡態的廠商從事歷史遺跡保護專家，看起來相當同當危險。所講嘅萬里長城規模係對明朝完成嘅，總長度差唔多係6500公里。根據2006年這份調查顯示，呢下佔咗20%嘅廠商長空限做的。其他80%以為已經本破壞體，以為根本完全消失的。參加廠商保護專家啦，主攻表示，廠商為惡態的原因有當多，以為係因為建築嘅材料當唔夠，以為係因為天時唔好，我還拿到係因為政府啦民間經強調經濟開發，三冇注意到歷史遺跡嘅價值。從係價值觀附近有一團廠商竟然有人而從單薄氣橋橫跨過去，本專家指導，真係不可思議。在資金到位、各方面容許的情況下，從長城底下去穿越，而從如果恢復得好的話，我長城上面感覺不到有人在我上面動過手腳。莫測董事講，摸上廠商是咩禍患，所以當到國內外旅客也係因為呢一機會填錯咗兩位行了。田小平也是講，發展係硬土地，經濟發展是本無限嘅狀態。經過2000年10個國家炒台，經過當多嘅戰略，留穩嘅嚟艱難嘅廠商，係咪做嚟保留下來？你還看得到係20%，中國政府啦民間要太大變。嗱，呢項中國嘅台式當然係下晝嘅初八時登場嘅北京奧運，呢都比賽現場，到時者為各國嘅選手嚟加油嘅北京奧運啦啦吹戰，又係3晚嘅練習。你係記得當日早上6點半上航場來排練。認真嘅長途月底都美術本來參賽嘅選手。前蘇冠英、宋哲炯既然到北京盼奧運，啦啦吹舞台動作度當然做唔得社會中國風。一條啦啦吹嘢3晚嘅練習，就算換排嘅，唔過13人嘅面孔就表現出發力老熱情。一條為到北京奧運會地度表演嘅啦啦吹嘢。
前幾年嚟貼片加強練習。另外，北京奧組比和貼片強度美式足球3屆超級杯冠軍得主，是英格蘭愛國者崔嘅啦啦吹到中國，高崔嘅兩班老熱情發力表現俾觀眾。我們學到了很多，就是然後這邊熱情，非常的有活力。一條開燈衝擊太英嘅啦啦吹嘢，但早晨6點半就開始練習，一條嘅認真老熱情伴愛國者啦啦吹嘢都感通。I'm very impressed with their eagerness to learn and their ability to pick up all of the material we're giving them. 北京奧運做到嘅啦啦吹嘢還開始忙嘅練習，我用熱情嘅微笑，充滿發力嘅舞步，讓各國嘅選手很有厲害。兩項人員國有界發展措施，我哋關心嘅係使用台鐵能源嘅車，可以變作未來我發展嘅趨勢。從日本有車廠是開發出氫燃料嘅海油，唔但係完全唔是溶油，也唔係排放溫室嘅氣體，仲係經濟又環保。到底呢種車有幾集到日本強下來看？日本汽車製造業對開發這台燃料嘅腳步真係急。豐田汽車推出全球第一台同時用汽油同電力混合嘅燃料車。另外，本田汽車嘅氫燃料 FCX Clarity 或專業使用嘅階段。呢台車無論係外形、性能，還有輸送嘅長途，總係唔會輸本傳統嘅高級海油。用氫做燃料，假使只有汽油嘅1/3，但是完全唔會排放溫室效應氣體，實際講係又經濟又環保。但是本田嘅後無法度量產氫燃料汽車，按算未來3年嘅產量將200台。另外一台造價差唔多1000萬台幣，驚怕冇幾個人買得起。唔過預請好運嘅消費者，本田先做係測試嘅對象。使用一個月差唔多18000條台幣嘅駕駛，租用氫燃料汽車。Conventional gasoline is approaching $5 a gall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right now. We are very thankful. Yes. We have 2 cars that do not require gas. 本田按算10年後，氫燃料汽車就會普及。除了你哋也看到使用氫燃料還蠻量產有高價日本車廠推出的兩種新型嘅海油之外，對國有界水台當中改用磁動電動車也一隻當好嘅選擇。從係感應自動化交通工具 Segway 呢也開始當受到注意，嘅銷售量見來見多，也變做當多上班族短距離而通勤嘅提出選擇。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成日嘅起嚟隨機會，將爬住冇主義作為登上國際新聞頭版，本台介紹，認為之前美國總統普希認為平衡感唔好，喺媒體面前跌倒，不過兩未打出嚟隨機會嘅全球點樣圖，也近年來認為環保意識變高，冇污染嘅隨機會確實受到注意。唔但強調美國洛杉磯嘅清潔依然，操練隨機會地沙區嘅街路行收垃圾，紐約嘅警察未係操練隨機會，損失仲讓公然，認為隨機會就偏離機動性嘅重點。就連東歐嘅立陶宛當地嘅警察損失3把，未係認證兩種東西向嘅交通工具。隨機會地2000控制研究上市主動受到注意。佢係用鋼鐵嘅天氣做通力，但關於白天出做得行40公里，最高嘅時速就得達到20公里。講係全球提出推感應磁同交通工具，不過是推出嘅新台幣15萬元，舉辦人根本就冇吹條碼。所以隨機會唔係變做要錢嘅危機，仲係操作現場嘅投機，普及率一直冇辦法提升。不過經驗之內受到國際油價景氣嘅影響，隨機會嘅業績新漲已經達到了50%，從下星期6顯示隨機會這個變做了當到上班族對抗高油價嘅提出選擇。好，輕鬆嘅消息，我哋看住下全球性嘅調查結果。鄉親朋友，你快樂麼？對自家理解想法有滿意麼？兩者看起來當簡單嘅問題，後邊就當豐富嘅經驗。所以美國有隻基金會是拿兩種問題，希望咧全世界98個國家嘅民眾，結果佢哋整理出各國嘅快樂指數。到呢隻指數當中，最先公布嘅結果，丹麥係全世界最快樂嘅國家，當然，台灣排名第48，算係同樂。民營點點地草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嘅港口嘅暗殺蛋糕，等等心愛嘅王子轉來。不過現回嘅丹麥上午是一啲個都冇從民營安樣嘅比拼，是一項經濟一項最新調查，丹麥係世界上最快樂嘅國家。研究540萬，平均所得入35000美金，丹麥係差唔多都冇窮苦人嘅國家。不過丹麥人就唔好插花，哥本哈根嘅路行當時看到中央派會送俾客人嘅人。
海外大马嘅社會福利制度非常嘅完善，細路平時都受到政府完善嘅照顧。不過，大馬人快樂嘅經濟眼睛，可能還係政府基調對生活嘅熱情。負責禮拜調查嘅研究人員指出，政府經濟選擇、政治民主化，還有當年社會嘅包容度大幅提高，全球大部分嘅國家快樂嘅程度都有變高嘅情形。亞洲方面，泰國係兩隻天氣最快樂嘅國家，喺全球排名27，台灣係排名48。喺亞太地區和落後6隻國家，不過預計係兩岸三地快樂程度最高嘅。全世界最唔快樂嘅國家係喺非洲嘅津巴威，該片通貨膨脹率有18%，經濟完全破產，下壓看唔到希望，人民嘅生活都艱苦，快樂變做最差化嘅夢想。一當鬧嘅也一激烈嘅場面，一種鏡頭晒到西班牙西北部嘅一片，當地咗小軍當年嘅青年處都會舉行亞馬節嘅法圖。兩項就叫西巴朗人嘅歷史傳統節慶，係將亞生嘅馬做起來，簡體記錄嘅馬中浪馬木少，嗰種記錄表現係太自然。我認為實在太小題太作咧，所以名就很將佢嘅編作全世界十太奇怪嘅節慶之一。亞馬節法通主題咧，細細嘅競技場地都舉行，將嘅十條亞生嘅馬兒腳落來以後就開始咧。參加法通嘅後生男女，愛上前辦法做到兩條亞生嘅馬兒，嗰啲田數記得修剪馬種老馬妹。不過從兩條很乖乖本節目嘅馬兒數量還當少，沒有人成功嘅騎上去。兩條嘅男美人就算練數還本馬兒走起嚟。兩片是用人可以戰術，不過看起來也冇好。亞馬節做亞生馬兒嘅法通，喺西班牙西北部嘅小鎮沙布塞島，當年青年體嘅200年舉行，雖然已經有400年嘅歷史，不過到底係200開始做出已經冇人啲咧。雖然安樣對待馬兒看起來有點不認同，不過主辦單位強調，記得是為亞馬節目添，平常冇馬兒喺兩個場地都促上甚至希望。看嚟關於先啲強下女關係，兩禮拜黑從社交時而研製哪條內容？今日同大家來看到嘅係 TV3，今年嘅電視台係到1983年從新立嘅全世界第幾隻加泰隆尼亞發展嘅電視台，同時係加泰隆尼亞公共電視廣播集團之一。也總共有6隻平台，有52%嘅預算來自市區政府，48%嘅賣廣告嘅收入。就算將對加泰隆尼亞放送1年嘅政府預算，過台嚟新台幣288億。TV3總共有2000個人工，新聞還有其他相關節目全部自家製作。但係新聞部只有200個人，當年負責迎接新聞嘅播出。那娛樂新聞節目達到60%，其他嘅節目又有80%係紀錄片嘅排片。可能TV3向前朋友應該很有印象，也是針對呢所 TPA 製作嘅他山之交 TPA 播出。在上禮拜節目當中，呢位向前朋友紹介係溫儀式 S4C 呢隻電視台，看到幾條讓萬人維持溫儀式意，同時也為自家文化所做嘅大病。同兩禮拜去強調至少都關心呢隻 TPA 播出嘅下半段，係去將鏡頭曬到西班牙，去看一下加泰隆尼亞地區，強調係做加泰隆尼亞語言嘅維持，為維護自家嘅文化，要做啲哪條冇強調係措施。先聊一下，臨時再來。